继续来看立法院的新会期，今仔日开议。民进党团的干部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议了后，总算伫个早起的党团大会确定人选，由新系立委张嘉宾来接干事长，陈培如继续做书记长。若总调是由郭建明继续来做，做到明年的2月初1。今天是干事长、书记长的选举，总召是在连任中。出席真久的党团三长总算是出炉。创领新干部登场的同时，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强调，伊的任期会到明年的2月初1。经过民主程序，经过投票，然后来产生新的党团干部。钟嘉宾43票。 书记长陈培仪，除了干事长，另外2个人维持不变。党内嘛照民主定数推测人选，经过投票产生新会期的干部。过去不公开发表反瓜言论的王世坚甲林淑芬是各得1票。若开议头一日的党团大会，民进党秘书长齐国勇嘛来参加。纵然我是中央党部的秘书长，我也不能说你党团要怎么做怎么做。3长一定要经过我们党团来选举。 中心党团自主，齐国勇强调家己只是受邀，同款参会，还有行政院副秘书长黄朝雄，除了增加两院的沟通，为着执行党主席赖清德党政干部的指示，行政院长杜英泰今仔日中昼甲委员会分组4个提出邀请党籍立委辩论会。 针对未来新会期，做广泛意见的交流，院长希望能够多加强跟立法之间的这个联系跟沟通，来一起探讨新会期的优先法案，或者是未来的攻防上，那务必要强化行政立法的互动跟沟通。新会期的头一日，执政党共心拍拼，要重新出发。 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